来看全球上届有历史、规模上大英国克鲁福兹教会展览。今年上大奖最佳电视奖，头一届由意大利的惠比特肯摕到，而且今年还佫出现历史上上届少年的参赛者，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，伊带伊的狗仔，头一届来参加比赛，就摕到头名。这个6岁查甫囡仔弗雷迪奥斯本，看伊厝内饲的狗8岁短毛老虎狗，叫做佩妮。伫高龄犬的比赛，照规定都要牵狗踅会场一轮，而且佩妮的尾溜还佫爱呈现真欢喜、摇来摇去的状态。主人甲老狗配合了真斗搭，看落嘛真古锥。现场的观众扑也是拍甲，落尾手因这组摕到高龄犬项目的头名。弗雷迪嘛加做英国克鲁福兹教会展览历史上年岁上细汉头顶的人。I'm 6 years old and I've won class. Her name's Penny. And I love about her that she is really good. He just was competing against people that are 30, 40, 50 years older than him. He did a great job. 克鲁福兹教会展览在1891年成立，是全国历史上久、规模上大狗仔选秀的比赛。1991年开始，每一年的春天固定会在伯明翰的国家展览中心举行。4天的比赛，唔但电视的转播，还有各种动物伴相关用品的展览，是真侪介意狗的人士因年度的大代志。今年有为世界各地来的2万外只的狗仔来参加比赛，经过一轮搁一轮小组的比赛，竞出来7个小组的冠军，每一个是拢2人。最后一天，这场要争取最高荣誉奖，也就是最佳电视这个上大奖。评审经过详细斟酌，甲6犬组分组的冠军颁发予这只为意大利来的4岁惠比特犬，以上届优雅的体态、上届健康的体格，还有看到真水色的毛，摕到这届奖杯，还有200万英镑的奖金。 It's really a dream come true. I am truly overwhelmed. Muta performed her best. I felt her very relaxed on the leash, so I'm super happy, and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moment to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me through this journey. 这是克鲁福兹教会展览头一届由意大利的参赛者摕到年度的上大奖。今年为外国来参加比赛的规模嘛打破6年来的纪录，拢总有为51个国家4000只狗仔来参加。迄人外国的队伍数量上侪是法国，过来是德国甲荷兰，意大利排伫第4。若要来竞争最佳电视奖的7个队伍，有5队拢是外国人。这个穿乌色西米露的利古里、甘缪西亚，这个组合会当讲是乌干仔底豆油。因进前捌伫8个国家狗仔展览，摕到8个最佳电视大奖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